啊，多謝主席。主席，第一個問題我想問翻頭先龍漢標議員都有問過嘅，關於呢個選取樓宇嘅委員會。咁頭先局方回覆咧就話佢係提交一啲嘅樓宇啦，跟住就俾呢個委員會去即係去睇啦，去審視。咁當然啦，到最後頭先局方我收到嘅即係個信息，其實到最後佢哋都未必係有一個嘅即係權力去揀取咩嘅樓宇，而呢一個揀取咩樓宇可能都係去翻個行政當局度嘅。咁我唔知我呢個理解有冇錯誤，我想第一個確定先。好啊，何處長。確定嘅。好啊，我又睇翻呢去即係發展局去2008年6月24號呈交呢個發展事務委員會嘅文件呢，入面都有講過呢個嘅樓宇諮詢委員會，佢入面呢都係有咁講嘅。佢話監督會因應諮詢委員會嘅意見，每季選取500棟，咁包括有一堆嘅人士去組成啦。我想問你哋係有即係幾重視呢個選取委員會？即係我想問嘅嘢就係佢究竟係俾意見呢個意見係純粹一個 comment 定係 persuasive， 即係你哋都好大機會會跟從嘅呢？何處長。實際運作呢，因為我哋呢就根據我哋訂立咗嘅指引啦，而委員會亦都知嘅指引嚟嘅嚇，咁就去選取呢啲樓宇啦。咁其實我哋做咗呢個咁嘅樓宇名單之後呢，就會攞到去委員會嚇。咁委員會咧當然係可以就嗰個名單啊，或者係個選取條件咧係可以提供意見。我哋一定咧會悉數去考慮相關嘅意見。咁如果佢係提出嘅意見喺嗰個委員會充分討論嘅，咁部門亦都會考慮咗，然之後再翻去委員會確立好唔好咁樣做咧咁樣。咁所以呢個諮詢嗰個架構咧好有意義嘅，同埋佢好重要嘅，因為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聽到專業團體咧，因為委員會咧係有專業團體啦，有物業管理公司啦，又有區議員嘅意見喺度嘅。咁所以我哋聽咗意見之後咧，我哋翻去就會了解同埋分析，跟住我哋陳述翻我哋嘅睇法之後咧，去翻委員會，讓委員會咧即係同意翻呢件事咧，就可以確立到我哋選取嘅樓宇啦咁樣。尹議員。我要重申一點啊，頭先局方都有講過話，好有呢個諮詢委員會好有即係好有意義啦嚇。我覺得絕對係有意義嘅，因為按照翻頭先我講2008年6月24號呈交呢個發展事務委員會嘅第6段，其中佢一開始就係為提高揀選目標樓宇過程嘅透明性及認受性。我相信呢個除咗係即係意義之外，都係有一個 check and balance， 即係我哋去委員會點樣去對行政當局去作出一個監督或者一個監察，其實係起咗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嘅。咁我覺得係重要，因為呢個問題係對我之後嘅提問咧好相關。我就係想問而家啦，開始啦。2.8 段咧就話31棟嘅樓宇1年前發生墮窗事故，又或者超過5年前呢曾被送達強制驗窗計劃嘅通知，點解去揀選嘅時候咧會剔除咗？咁可唔可以第一個就答咗2.8段嗰個嘅問題先啊？何處長。好啊。其實主要嘅因素咧就係因為我哋每一年咧都會去了解翻先前一段時間呢，係咪有啲樓宇咧發生過跌窗嘅事故？咁呢個就係我哋講嘅機制 B 去選樓啦。咁喺揾到呢啲機制 B 嘅樓宇名單之後呢，我哋咧會了解翻呢個樓本身呢，先前呢係咪有出過強制驗窗通知嘅？咁而因為佢先前已經出過強制驗窗通知呢，咁所以呢，佢又會因為咁嘅關係呢，佢會排翻低遲翻啦。咁就唔喺我哋呢，即係話優先去選佢嘅系列度。咁主要原因就係咁嘅啫，其實嚇。尹議員。因為個審計報告呢，就話有11棟就係曾經1年有墮窗，咁應該就有20棟呢，就超過5年前就即係曾被超過5年前曾被送達強制驗窗通知。即係你嘅意思係呢一個嘅數目其實係即係是但都係中一樣，所以佢就冇被揀選係咪啊？
定係佢個審計報告嗰個即係個文字上嘅理解係點樣詮釋呢件事情？何處長。佢意思就係佢先前咧係出咗強制驗樓通知，係強制驗窗通知，咁而咧佢仲喺度遵辦中㗎，咁所以咧我哋就冇選佢，或者冇建議俾委員會去選佢成為目標樓宇咁樣嚇。即係呢11棟樓同埋呢20棟樓都係喺1年之前嘅話咧，其實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嘅係嘛？有呢個情況，佢意思就係呢11同埋23咧，雖然佢先前有跌過窗，但係咧佢先前已經係被選過做強制驗窗，所以咧就喺呢個選擇目標樓宇嘅時候咧就冇被選啦咁樣。係主席，我不如我簡單啲咁講啦。我睇翻去2.8段最後一句咧，佢就話根據屋宇署嘅指引咧，有關樓宇不應在揀選時被剔除。咁其實係個指引出現問題，定係文字我嘅理解出現問題？何處長。好啊，多謝個提問。確實咧，審計署咧就係睇到我哋我哋係有一個咁嘅因素喺度，咁但係咧就冇選到佢。咁如果根據我哋真係印出嚟嘅指引咧，俾部門嘅指引啊，或者大家嘅指引望住文字咧，就確實咧就係話若果佢係少過5年有強制驗窗嘅咧，就應該係唔應該選嘅，唔應該選嘅。但係如果佢多過5年做過強制驗窗嘅咧，佢可以被選嘅。咁頭先我剛才提嘅咧就係佢既然都多過5年，但係我哋都冇選佢，所以咧個報告就係想陳述翻呢一點咧，就係佢多過5年應該係可以被選嘅，不過咧我哋都冇選。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呢一個咁嘅做法咧，已經係行之已久嘅做法咧，將佢納入翻我哋而家嘅指引度，即使咧佢係多過5年前咧已經係做過強制驗窗，我哋都唔會選佢呢個咁嘅情況咧，係納入翻指引嘅咁樣。黃議員，咁你個指引當初揀5年前，即係呢個5年一個咁嘅 cut off 啦，一個咁嘅分水嶺，當然係有意思噶嘛。咁你哋納入咗指引，咁當然而家即係審計署揾咗你哋揾到有呢個問題，再簡單啲啦。Out of 而家全香港咁多即係幾廿萬棟嘅樓宇，點解唯一就係有零舍呢11棟同20棟冇被揀選？係邊個有權力去將佢剔除去你哋揀選指引入面嘅？何處長。或者我再陳述清楚少少咧，就係嗱，根據強制驗窗計劃咧，如果選咗個樓宇係做咗強制驗窗之後咧，喺5年內咧，喺法例底下咧係唔會被重新選佢做強制驗窗嘅。但係呢個咧就係5年內嘅法例要求嚇。咁剛才我提嘅咧就係可能咧佢係超過5年前咧係做過強制驗窗嘅。但係咧，我哋都冇選佢咧，呢個就係一個行政決定啦。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咧喺樓宇名單裏邊咧都有好多其他嘅樓宇咧係未做過強制驗窗嘅嚇。咁所以咧嗰啲樓咧我哋亦都可以選取啦咁樣。咁而咧因為喺確立選唔選佢嘅時候咧，佢係確實咧雖然係超過5年，但係都真係做過強制驗窗計劃，甚至乎咧。佢本身嘅樓宇咧，亦都有其他嘅有一定嘅強制驗窗通知咧，係未遵辦嘅。咁所以呢啲樓咧喺我哋實際執行上咧，行政上咧就係冇選佢。咁而咧審計報告就提出咗啦，冇選佢係應該將佢納入翻我哋嘅指引咧，明確寫翻清楚嘅呢個考慮因素係可以唔選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呢個因素咧納入翻指引度。凌局長。主席，或者我都試下用一個普通人或者唔係咁技術性容易明嘅方法去解釋呢一個狀況。嗱，每一年呢，選啲乜嘢樓去做呢個驗窗，頭先喺報告唔同嘅情況講咗話有一個機制 A， 嗱嗰個睇好多客觀因素嘅樓齡啊、樓宇狀況啊咁。但另外嗰個機制 B 呢，其實純粹就係舊年有個跌窗喎，嗰個樓，哪怕佢咩樓齡都好啦，佢舊年有個跌窗喎，係咪都應該出個驗窗令，
俾佢呢？咁如果出驗窗令呢，就係講緊驗窗通知啊，就出晒俾嗰座樓嘅，可能佢係成座樓嘅某一個單位跌呢個窗落嚟，過去一年，但係都有個制度就係佢跌過窗咯，你係咪應該注視下佢啊？係咪應該就出個驗樓通知俾嗰等大廈所有嘅單位呢？咁嗱，而家屋宇署而家佢做嘅方法呢，就係話佢係跌過窗，咁啊應該如果跟個準則就係報告嘅2.5嗰度有啲準則嘅。如果佢跌過窗，理論上應該碌佢入去就出個通知嘅。不過署方就會睇下不過我出晒俾成棟樓所有業主喎。如果呢棟樓過去5年之內，其實佢全棟去收過呢個驗窗令㗎啦，佢可能做緊嘢嘅，即係有另一條腿已經跟進緊啦。咁我就唔選佢啦。嗱，呢個呢，呢一個做法，我相信審計署都係理解亦都接受嘅。但係審計署睇到呢，有啲情況之下，舊年跌窗嗰棟大廈呢，其實佢唔係過去5年之內出通知，已經再早啲出通知，甚至遵辦完啦，即事隔一段時間啦。其實唔排除佢個狀況係差咗嘅，點解你唔再出俾佢啊？咁其實我諗呢一個就係審計署提議俾署方諗，點解你唔再出俾佢啊？咁另外呢個一點啦。第二點就係，如果你真係因為你有個考慮，你冇出俾佢，應該喺你嘅指引講清楚，讓頭先大家講嗰個委員會知道你係咁諗啊嘛，就唔係自己做咗一個選擇就冇去交代咁。咁其實呢一方面呢，我哋睇咗而家嘅情況呢，我哋都覺得而家如果係署方就住跌窗嘅個案。因為係幾年之前已經一段時間出過通知，都剔除唔再出驗樓令俾佢呢，我哋覺得呢個係值得檢討嘅。因為過咗一段時間嘅驗樓通知就係過咗一段時間啦。既然佢舊年跌窗，應該盡量納入去，明白，就係再出個通知嘅。咁呢一點呢，我哋都請咗署方呢係會檢視㗎啦。阿凌局長。就我諗其實阿黃議員咧，其實即係我哋頭先解釋得好清楚啦。其實我諗黃議員其實佢意思就係同你頭先嘅展述係一樣嘅。咁佢個問題其實跟進就係咁點解嗰31棟咁其實你哋唔發咧？其實你考量嘅原因係乜嘢咧？係咪咁嘅意思啊，黃議員？係啊，我係咁嘅意思。不過主席佢咁樣都12分鐘，或者我轉個頭咁樣講啦。我又聽咗個局長嘅解釋，我想 confirm 一下，即係確定一下審計署嗰31棟係咪就係正如頭先局長講嗰個原因？審計署署長。多謝主席。簡單啲講係嘅。咁啊，而事實上簡單啲，即係頭先局長都有講，會翻去考慮個指引點修改啦。咁即係。加多句注腳啦，就係如果就好似屋宇署署長頭先講話，啲嘢開始用電腦去做篩查，我哋叫做風險評估嘅話咧，電腦唔會識得加其他啲因素落去嘅，你一定要話晒俾佢聽呢啲因素。咁所以適當地，好似阿議員話，就係加埋落去係去考慮咯。